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是6月17日，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持续伫主的面头前，咱来听上帝的话，来看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放入咱的心内，希望上帝帮助咱。特别希望咱兄弟姊妹时常来为着咱的即个台湾、咱的世界来祈祷。特别疫情抑搁猖狂的时，希望上帝帮助咱。互咱时常举起咱的手，会当来为着即个世代来祝福。咱三甲来看即段圣经，伫诗篇的第9篇。若是会使，请咱大家掀开圣经，诗篇的第9篇。咱来对第9节到20节，诗篇的第9篇第9节到20节。若是咱无圣经，咱犹原会使来看即个 PPT 顶面。犹原会当来帮助咱来读这段圣经，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。咱若有圣经，咱三甲来读，也是咱会使来看这个咱的 PPT 的图，请咱做下读。耶和华搁要做受压迫的人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时的关台。捌你的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耶和华你袂捌去杀找你的人。着婀娜徛起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众百姓中间，因为迄个查办命案者记得因，无袂记得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是对死亡救我起来的，着检察遐个怨恨我的人，所互我拄着的苦难。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好名声，我要伫锡安城的门为着你的救恩来欢喜。列邦陷落伫因所开的陷坑，因的骹甜伫因暗中设的落网。耶和华已经显明家己，伊已经行审判，歹人互家己的手所做的甜条，歹人要行伫阴府。无会记得上帝的列邦，袂记得上帝的列邦也要安尼，因为丧凶人的确无永远互上帝袂记得，困苦的人伫愿望的确袂永远无去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毋通永远人较赢，愿列邦伫你的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，求你互因行刑。愿列邦知家己不过是人尔定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这个诗篇真侪是这个大笔王伊所写的这个诗歌。那伫今仔日咱所看这个诗篇的第9篇，这个诗歌是大笔所写的诗，来交互伊的这个乐官，意思就是因的这个比如讲这个诗班的班长，还是讲咧圣歌队的队长。用即个歌来唱即个歌。当然，这个歌表达毋是干那伫即个圣所的所在，伫遐来唱歌，上时嘛有表达因当时以色列人因是安怎样来经过即个苦难甲艰苦。咱来看伫大笔伊的经历甲经过，欠彩伊有伫少年的时受伊的头家的逼迫伫伊的伫中年的时，伊的囡仔伊的即个伊的囝儿也来追杀伊，押沙龙也来追杀伊。总是伫伊的一生的当中，伊真正看见讲主耶稣主上帝怎样来帮助伊，会当互伊来经过遮个苦难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看见困苦的人，上帝无的确袂记得，上帝的确无袂记得遮困苦的人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伫患难中主做咱的关台，伫患难中主做咱的即个帮站，伫患难中主来看见咱，咱所拄着遮苦难，主拢一定会当看见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毋知要安怎来祈祷，有当时咱欠在心内真逼迫、真艰苦，有当时咱看见歹人真猖狂，有当时咱看见即个丧凶的人，敢若亲像无有帮站。总是伫圣经的内面，咱看见遮有信心的人，因来听候主。所以伫19节的所在，
大笔讲，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毋通应允人较赢，愿列邦伫你的面前来受审判。欠采以色列人伫因的历史的内面，以色列人是时常受到迫害，受到患难，总是耶和华上帝有缘会记得遮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欠采咱有伫艰苦甲苦难的当中，主上帝有缘甲咱三甲肢体，伊无袂记即困苦人的艰苦，遮的陷落，遮的即个列邦因所做的遮的陷阱，要开的遮个陷坑，欠采因家己就受到家己的典盘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咱看见，互上帝家己来伸冤，毋是咱透过家己来伸冤，咱就互主来成做主，互主来成做咱的帮助，咱闪避的所在，主做咱的关台。当咱心内逼迫艰苦的时，咱将咱的心内的一切交托互上帝，互上帝替咱来伸冤。愿主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惊吓，互遮个逼迫人的人，或者困着人的人，因知影因不过是人尔尔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对主的话会当得到信心，甲得到盼望。上帝帮助咱平安。